伊的手，听伊的曲谱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伊脚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Jane，跟我来一下。对了，佳音，你放在我桌上这一份菜单呢，内容我已经看过，而且也做了一些修正。到时候麻烦你传真一份给你姐姐看。OK，好，没问题。对了，你知道公司企划主任下个月就要离职吗？依照惯例呢，高层还是会由公司内部挑选一位适合的人选担任这个职务。当然，他们也会先征求过我的意见。我非常的想要争取这个位置，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我坐上这个位置的话呢，一定能够胜任得很好。国俊，你要不要帮我这个忙？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呢。我知道公司里头有很多人想要这个职位，也知道他们的资历都比我深。没错，你知道就好。不过啊，这人事命令呢早已经下来，而且再过不久呢就要公布喽。谢谢。这可是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哎，你说你该怎么报答我啊？你可千万记住啊，在人事命令还没公布之前啊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还有，这客家文化的活动啊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哎，你放心啦，这个活动啊，100%圆满成功。对了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好啊，就当是提前帮你庆祝。
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！有人亲眼看到那个许佳音跟陈千里在餐厅约会了。人家说不定只是在讨论公事嘛。哎呦，贴在陈经理身上搂搂抱抱的讨论，这是哪门子的公事啊？我看这个计划主任的缺大概是他的了。陈经理他老婆，我看是还蒙在鼓里吧。你只要愿意打扮得漂漂亮亮、撒撒娇，靠一点裙带关系，你也可以啊。拜托，这种不要脸的事我可做不出来。手表忘了拿。他该不会听见了吧？管他的，听到又怎么样？我们又没说错。嘎子啊，来秦瑞梅啊！哎，嘎子啊，你都要看乜啊？呀，我来看看牛马嘅魅力，好嚟个天白散水啊！嘎子啊，你讲了翻爱买意思啊？嘛係小樣子哦，做伊興唔興捱過。嘎子啊，我老相約一點關係都冇啊，係相約老爺過嘅事情啊，老外冇關係。嘎子啊，反正哦，你喺記得嘅事情啊，老外冇關係啦。瑞美冇豆腐卡。錯啊，假設啊，呢條花哦，喺廿個樓唔講啊，講相約哦，總之係唔好留強下啊。哦，咁樣假實啊，廿子老廿尾啊，要亂上冇啊？錯啊，拜託啊，最幸福啊，老廿子講啊，講係留相約哦，係當日辦嘅甲白連沙添咯，當日辦嘅甲白連沙哦。隔壁林莎，阿 Q， 很一般的邻居，会散步时就打电话来问你衣服穿得够不够，肚子有没有吃饱啊，而且有好吃的就第一个送来给你吃。哎呀，莫亂講啊！我哪有乱讲啊？你这么快就忘了前2天美满楼的水晶饺啊？好啦好啦，反正哦，講一講唔人唔對啊。唔過啊，唔對冇到假就條錢啦，亂講法哦。好，不乱讲可以，可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看电影。哎呦，嘎嘎。还是阿 Q 最好了，难怪哦，那个秀玉姐这么喜欢你耶。走，阿 Q， 安子谁啊？哎，你都冇亂講法。哎，你很奇怪，你怎么可以利用我大姐跟你舅舅勒索啊？哎，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，我们不是好姐妹吗？你的姐姐就是我的姐姐啊，我怎么会拿自己的姐姐跟我阿 Q 勒索啊？哎呦，好啦，我承认啦，我是不应该利用我阿 Q 对叫大姐的感情来要零用钱。不过这也证明啦，我阿 Q 对叫大姐的感情很深哎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我请你看电影，然后我们再去吃刨冰。我不要回家了。啊，真的生气了？好啦好啦，奴婢向公主请罪，求公主原谅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好啦，这次原谅你啦。哎，我妈请你来我们家吃牛脑水，可是电影先欠着哦，下次一定要还。啊，你有美食可以吃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你有贪吃走啦。佳大姐，你的手艺越来越棒了，这个地瓜饼比以前的还好吃哦。这个是阿珍姐做的。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哦。当然好食啦，怎么？阿珍啊，做菜啊，真有水准嘞，所以点心极挺好食，怎么？也他们就证明嘞。哎，我冇人理佢啦，是好昨天哦，係大家好冇向奶。
爱模样，爱模样。对于美食哦，我们都不嫌弃的。这个地瓜饼呢，真的超好吃的哎！只要对于美食哦，我都不嫌弃。不嫌弃啊，多吃点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。哎呦，来，吃一口。好吃，这个，好吃，这个。好了，打死。不要了啦！主任，该下班吃饭喽。再等我一下好吗？我快做完了。嘉颖，看你对工作这么尽心尽力，自己的身体可得好好照顾，否则三餐不正常啊，是很容易生病的。没办法喽，不想让人家闲言闲语啊，就只得努力证明自己的实力喽。谁敢说你闲话？喂，好，我今天有应酬，会很晚才回去。你不用等我了，早点睡吧。拜拜。嘉颖。你回去吃饭吧，不用等我了。你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想把今天的事情做完而已。可是，我们不是约好一起庆祝的吗？我改变主意啦，等人事公布下来之后再说吧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喜欢名正言顺。嘉颖。你不用等我了，我今天会弄到很晚，我要做给那些只会讲闲言闲语的人看。太子啊，都会看嘛个按转型。哦，又会下个菜。哎呦，又会唔记得，而家跳那地度哦，就会下个菜。喂，你都在做嘛啦？我看见哦，几十年哦，就会被天落吸去迄个啦，我唔救你哦，就分唔出来啦。唔是你救啦，我都在无限呢。你看啊，我都在想新菜单啊，我冇想迄老配人抢用啊。我说一定会都在庙路上看一下呀，看现在太搞有那条个客家菜咩？太子啊，我看见哦，居然暗无限，而家跳那地度哦，有客家菜，有米饭料，还有嘛个东西啊？有啊，还有阿梅啊、阿燕啊，还有德虫啊，就安尼听听。就安尼，冇爱哦。有啦。哦，有，有爱。哦，九层板啊！哎，太子啊，你爱做九层板啊？来，我你看。那以后哦，想要到下你个菜单地度哦，加入客家点心。不过原料还就按无限嘞，做点心哦比煮菜哦较麻烦。牛蹄呀，姑嫂哦，我想要请阿子来福建。哦，难怪原本你爱请水米老师牛温水。不过，你迄开船堂嘅。做点心要做清淡、清洁、清好食，啊，真子做对做嘛？我对佢有信心，真嘅。我知道佢哋做点心哦，真嘅有天分呢。我
阿兄哦，鼓励你诶，爱人阿妹讲。你看，你看，也个啊，起白诶，以后他就按你说听听，人生都一个性格哦。还有你看，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？衣服也没换，你该不会是一整晚都待在办公室里？唉，看你这么拼命啊，要是把身体给累坏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还会注意我穿什么？我以为你以为什么？客家文化节的企划书我已经放你桌上了，你赶快看看吧，看完我们可以讨论。你还真是一个美丽的工作狂啊！企划书中午以前要看完，看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讨论。确定了之后，我要把资料传给工作人员。啊，还有，记得明天要跟我回一趟苗栗，我要跟我妈还有我姐一起讨论有关餐饮的部分 ，OK？做唔得啦，那这种做袂代表弥漫了啊！哎呦，这属于无知识的咩嘛？哎呦，阿妹啊，你咩唔知的跟你嘅法通内容，韩国语那条你为了咩唔知？我想哦，家人要安尼几天，有几个考虑啦。家人做唔得啦，佢乱写的啦，佢就唔免我敢无了解佢，你拢只要当奇怪呢？佢从细对物甲生你就无兴趣，知无？啊，对客家菜根本无心思。冇唔错，冇唔错。客家菜哦，係睇自己情形，係你自己素人。阿妹啊，忘出咯，你係唔知得前日用版咩？就等家人做嚟再嗰講好嘛？不過我遐有個事情想喺度大家參詳一下呀。就那样做得是你啊？你想推饭店？阿妹，我係想講，都係你個菜單地度，今日客家點心啊，一個點心哦，想去請阿珍來負責啦。當我啊，我有贊成哦。真嘅啊？當然的啊。阿珍啊，你知道你南邊吼，那人知什麼下去咧？我太子講，而家做點心嘅甜菜哦。好啦，我試看呢。唔過吼，好嘞啦，唔是唔過嘞啦。事情哦，就讓你給聽了啊。你先想看啊，帶着個客家點心哦，你做得較順手，哈。對啊，我有個準備嘞呢，一個吼係新嘅客家創意點心啦，看一下，你看。你做嚟討論一下呀？其實我當初就想我推出新點心嘅，你阿珍你也當我去奉行，有冇？我有你看啊，一個鹹醋啦，你看你說有意思嗎？有意思。木卡就生唔生意都叫做客家菜誒。你看，就呢兩邊，好懂。也係傳統。
跳那么没油。好了好了，唔怕啦，差不多嘞。你在做嘛？你看，嘿，哎呦，叫成班哦，都要你多花时间呢。啊，唔可以啦。驾驶啊，讲去当外学，还时间未起来先呢。还有啊，做了9000班啊，代表冲冲救救，苦苦过世。还是上好，啊你买了的点心，一定做咧买到清好。是唔对吼，是家做的好什么？你放心啦，俺你看哦就留下来的哦。好啦，等下哦，俺一定会吃过啦。好啊，差不多嘞。啊，那错。谢我。呀。好食。哎，做嘛呢？这当然是办呢，而是点心就提供有糖分就拄好嘛，有拉甜嘛，有甜甜嘛。好多嘞。啊，咸饱。一个假词哦，真係冇福氣。等到佢邊科轉來哦，一個9000班哦，就本眼識睇咧。萬錢嘛很少啦。其實吼，我是夢伊的啦，你就安惡腦愛。好嘞啦，你莫再講什麼你嘞啦，俺個意思哦就會越來越多了。哎，係啊，阿珍啊，講實在哦，你們的油唔清好對嗎？做個點心哦，真係當好食呢。俺老阿妹哦就冇做到按好食咯。係啊。係講哦，真經有心哦，就會做出真好食嘅點心，本年下食，按你這樣做。錯。好，我一定會上網做。然後再過一點。好。地廠啊，今日偏同嘅菜色，起乜嘅啊？很澎湃啊！不過佢全堂係真是很好命啊！當然都很好嘅菜色好食啦。澎湃呢？好食哦，我也得食啊。伊有冇好意思呢？唔怕啦，你好朋友呢，梗係是冇客氣咯。地廠啊，我哋呢一片同嘅菜，唔係對幾意思啊？係啦，困下住啦。用啊啦。地廠啊，你咩身體冇爽快，也係會係唔好。個暗號嘅菜一時唔落去啊，還要從邊用長假冇嚟上班，到底係樣嘅啊？你係失戀嚟啦？唔係啊，失戀嚟啊！原來為到什麼啊？睇啲事情哦，我唔敢講。什麼嘅事情哦？我話阿姨嘅是做嘅啦。地廠啊，我問你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還記係乜啊？看人永遠是第二唔啲啊，錯嘛？怎麼為到什麼事情都要煩惱？個下一句哦，何必單戀一枝花？你喊唔啲錯嘛？慢慢你先會了解咧。地廠啊，我講我哋做朋友嘅冇人聽笑啊，按鋪頭我哋是突然隨意，快樂快樂，本而所有嘅煩惱唔記得唱唱。等一下啦，行家，你看下鬼神好呢，聽下你行是啲嘢啊？哎呐，啊，你猜是乜嘅？冇啦，係突然一腳懂我嘅地方，真神奇哦！你阿媽冇乜嘅嘢，你阿媽好神奇嘅喏。聽下你行是啲嘢啦，係啦，吉吉啦。太搞啊！哎，太搞啊！我今天做朋友了，你啊。見到
做叠床，大家做水啊。好，对啊，太好，哎，叠床啊，吃一下手机嘛。哪有可能是？告诉我啦，哎呦，有买关系咯，唔想还要搞你，就当神机啦。唔可以讲来闹叫啊！哎，有买土皮我来闹叫呢。再讲哦，今日到了，输人也唔免吉他。系啊。阿好名声啊，到底冇把本看看呢？啊，本老板啊，阳光猛猛的啦，看底啊！唔敢忙忙，动态调是动态调。来，再来4钱。9点嘛啊！来，快钱！漂亮，简单啦，阿超，喂，来试看了啦。佢唔是啊，我企到旁邊看住嗬，唔夠啦。唔怕啦，大家吼，咱做下，看哦，手機好唔？係啊，哇，唔夠啦，來，5正嘅。來，沒錯，來啦，看嘢手機啊，係啦，來啦。那真係唔會啊。8點，有錢呢？有錢哦！係啊，來，拍謝。拍謝。來。喂，嘿，有人嘅啦，拍謝。來，拍謝。難做啊！好吧。喂，嘿，有人嘅啦，拍謝。拍謝。難做啊！Hello， 宝贝，你在哪？我还能在哪？当然在办公室里面啊。不是要回家休息吗？昨天已经熬夜了，这样你身体怎么受得了？我想把这企划书赶完啊，快完成了。那个企划又不急，等我们回台北再弄都可以啊。唉，你骗我！我骗你？骗我说你会早点回家，害我白跑一趟，连宵夜都凉了。你白痴啊！手机不用钱哦。我就是白痴啊，才会白跑一趟，还拿着宵夜来挨骂。就说你们客家人小气吧，打那些电话费，只要能够让你开心啊，算得了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过，你不要拿客家人这件事情来开玩笑。今天呢，看在宵夜的份上，就原谅你喽。是，遵命。来，赶快吃宵夜喽，要不然宵夜都凉了。OK。哎，这个是凉面吧？有人的凉面是热的吗？是这个味噌汤，这可是我特地去夜市买的，这家很有名哦，喝喝看。你刚刚真的有跑去我家？当然是真的啊，谁知道有人认真工作到这种不要面的地步？谁叫你自己不会先打电话？手机是用来干嘛的？该用的时候不用。我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啊，谁知道要给个惊喜还得绕这么远的路。啊，原来你不喜欢绕远路哦。看来这2天1夜的苗栗行，只有我一个人期待。我可没有说我不喜欢呢，为了你再远还不是来了吗？你说的哦。去完我家之后办完公事，第2天你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的哦。好，没问题，赶快吃饭。杨姐，杨姐，抱歉，来，杨朵，还是很讲讲的，T89运气一定动风啊，没骗吧？哎呀，了，越来越厉害，不是俺那个啥搞的呀？哦，厉害啊！我得搞嘢啦，得搞嘢我都太敷嘅啊！啊，你朋友点是3分工，
以前真去唔晓得教吗？迄真是了，去体拜教，嘛该是唔会，可能哦，轮椅啦，轮椅啦。杨姐，来，跑起，给，来，我啰嗦啊，继续啊，继续，你还没漱口了哦，你就先去洗哈。洗身，我等下全部做了，真给大家给你洗身。好啦。啊。哪里扫啦？我在先。你奇怪阿聪蛮奇怪呢，应日比应夜暗，也无打电话做来，也唔是讲饮咖啡洗。阿聪哥叫打电话，佢讲佢老同事去吃饭嚟啦，电话就做嘞。又打电话做来啊？哈。啊，用他家唔是电机做嘛？哎呀，我最近咪做嘛，今日当尾爽。真嘅呐？你还没讲生意比以前还好，所以人讲啊，老诶，真叫无用体人对吧？哎呦，阿妹真唔會老咧。看起來哦，很向上咧。阿妹，你有還好嗎？呀，做事就冇辦法了，一種做啊就像同樣，我就按本買睇了。我就唔攀嘅滿意咧。阿妹哦，傾向我誒，因為我係蠻你係做翻人家咁講，幾多歲冇見識啊？妹，我去房間咧，我老二。做量呀？做得咯，書做唔得講爽啦嚇。好啦。阿仁姐，你食食飯咯。好啦。來。家人哦，我看吼，我去等候你啦。反正佢等下是轉去咧，你莫喊人嘅咯，甜咧，生意去困難。那家好，迄片還未嘅啦。我驚佢會笑啊！一個地床哦，越來越唔搶用嘅啊！我看佢哦，要只有去喝酒嘅，我喺度也未等佢啊！你先去夜困，哈。好啦，冇你咪下晝夜困咯。
头尾几多点做来嘅哈？哈？几多点啦哈？安准，咩唔伫咧要卡给你要上哈？几多点啊？你讲啊！太子，拜托你好冇本系水嘛，你当开呢？开，我咩还忙水呢？汉太嘅你，咩唔伫咧改皮哦？阿梅啊，你喊到佢无喊麦啦，来啦，我来听书啦。哎呦，今年也一家就做咧，唔是年年去休息，咁难得就文化这一摆做公司菜，你出唔要打我来做的啊？我走唔要用20年咧，就把我打烂铁啦，拢讲。好啦，我答应佢讲哦，入去个菜吼，做唔得贴咸，还有哦，冇贴油哦。你试看嘛，个菜哦，好是轻松也唔对嘛，人全部拿出去公司菜，我煮出还都唔够啊，追。好啦，他夹得出去啦。好心冇好报。好唔该喏。有钱佬来喊来好啊，冲上了一个呢。家人，我提起白吼，看到满意啊，心情暗好，煮出来很超高诶。佢最好冇讲，不过心底都话一天都会想讲，家人爱转来的啦。你看，按风一喊都会冲过的哦，你都家人转来哦，还一天会老几讲。很水哦，佢差冇一分鐘。一長啊，從尾看唔夠到暗歡喜，今年有冇面粗粗啊？我根本水過頭啦，我邊樣走來呢？爭差幾秒鐘啊！嚟看你一張嘢哦，獎金獎金那麼多咧。獎金，唔乜錢好少呢？你從尾一安步哦是2萬多錢，但請半下都用30封呀，這超過了獎金，你下唔太少嘛？係啊。冇咁容易啦，根本按不掉啊！你3啥哦，搶下落去，到時間哦我養錢哦，一天哦本你用10封，好嘛？落去啊！捱咗唔得啊！你早前出門嗰時啫，本樣見奶啱捱啊，按步啦，都冇再意思翻啦，連摸意思唔記得捱，冷嘢啦，係啦，按步得嗬，買回事情啦，第廠。從本件吼，係特別突出快樂嘅呢。喺度叫嘅東西哦，搞神奇事哦，千萬是冇米啊，喺米上哦，你是快的啊。啱講好唔好該賣面呢？好嘞啦，我說飯多，該低啦，這張明年多，吃飯啦。经理陈国俊，大家好，国俊，这是我妈，伯母好，你好，这是我大姐佳瑶，你好，这是我小妹佳慈，你好，你好 B 嘿，哦，阿珍啦，电话里面我有讲。哦，阿珍姐哈，我係嘉英，好，到了走了哈，你不上来讲哈，来，先好忙啲，正經啊，分享來呢，啊，
讲实在，突然开讲客家文化，错无？会弥漫着就按用机会，错无？当然啦，亲太力量，希望讲了参加客家年，做的是做品质亲好的客家菜。好，沈梦来，谢谢。欢迎哦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来，强叔慢慢用啊。好，谢谢。加油，帮客人夹菜啊。谢谢。来来来。那伫那菜单好无下吼，如果今晡日有牛温水冻的什么？那听讲吼，阿珍姐做的牛温水冻好食咯。今晡日哦，冇准备啦。不过我到两片吼，像係阿曼是辣家人哦，佢都非常照顾我。你老豆我老阿妹真是有照顾你啊！就算讲啊，想去照顾，咩冇法度啊。因为啊，喺你弥漫流嘅人口啊，最动情呢，係講一個菜唔好食哦，係冇法度請你去吹大啲度嘅。冇錯冇錯，誒你兩面白料嘅菜啊，大家不是都按我咯，就係因為阿妹還有胎子都嘅創的，你姐阿哥還有愛哦，就唔要做菜啦，只會試聽聽。你哋就冇啦。講到嘅阿長久哦，真係都冇意思呢。那貼喺真來啊，看唔到。今日上班呢，當每度人都進來啊，你做唔定人講啊，做嘛？啱邊幾下班進來，唔知看到拉落。真嘅，唔敢用唔朋友。阿妹，唔睇食飯呢？忙我呢做唔得。我家人哦，脾氣真快，啲台北哦，我要講唔到。唔過西方人哦，想想哦，就一家人做嘛，嚇。阿妹，講下做嘛啦？咁冇家人呀？伯母，我已經結婚了。我冇配的意思啦，我係忙母呢啊。沒關係。請用吹啦哈。你同事有問題啊？哇，這些菜跟我們列的菜單不一樣。本來想說沒有試過，不敢下結論。可是剛才我每樣菜都試過，這湯也喝了，這跟我們當初說的有一些出入哎。阿姐，阿妹要傳承嘅菜單本係，有冇照定來做呢？阿啲啦。你菜我幾天的啦，咁唔傳過嚟嘅菜單，其實樣有冇好食哦？我想真是讓體皮來到，你不如傳做傳統嘅客家菜，唔知有冇好食，係冇？可是這些菜又油又鹹，剛剛我喝了湯也蠻鹹的。現代人的飲食習慣都比較清淡啊。哎，你們來這邊試試客家菜，不是就為了那什麼客家文化節啊？我媽一大早就忙到現在，哎。你不懂客家菜就不要隨便亂挑剔，好不好？假詞，阿媽你講法哈，冇禮貌，不能入黑啊，黑給冇規矩啊。好啦，假詞等等。講嘅嘛個，我來認識什麼個客家的文化，了又講現代人的飲食習慣。他掂到的啦。人家就做嘛唔相信愛喏，那真係唔想大家吃到人家的客家菜，又油又鹹，怎會寫你菜單啊？阿姐，我要特別吩咐講嘅係。有冇啦？阿妹講呢？青山流水何處去？重逢難依舊不移。千里眺望故鄉河，悠然的陽，初戀未愛你。長夜撫琴也漸去，如是故人須容去。青山
下攀爬高峰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难唱多。